明年的总统大选剩99天，但是国民党的心哪像要扣无瓦。前一天，朱立伦甲侯友宜去拜会王金平，可能是有一寡细节也未敲好势，所以王金平也未答应要来接后援会会长。不过，另外一边，侯友宜嘛来证实，10月11日将会甲韩国瑜来合体，要来拼国民党的立委下党当选选赢。朱立是要来找你啊？有没有？有啦，梗系无呀。有啦，我等你啦。不过因唔是甲恁讲啊。侯友宜、朱立伦、王金平今日一天唔拿讨论南北合作加做事，上要紧的是侯友宜亲身邀请王金平做后援会长。台湾人一直都非常的客气，相关的后援会后续的整个情形，我们会不断的去面对这个细节，大家做好充分的讨论。讲爱搁讨论，意思就是王金平无一定会接，甚至听讲沟通的过程中气氛唔是真好。党主席朱立伦更加是提早离开现场。大家也期待说黄院长来领导全国的后援总会，那他也会去了解我们现在各县市的后援会的情况。还有10月11日，韩国瑜要搁甲侯友宜共台，不过台面上表现团结，台面下大家拢有拍算。根据了解，这个韩国瑜因为要争取不分区排名第一，要抢攻立法院的龙头，所以讲这摆共台好像嘛是先释出善意。都是老朋友了，韩国也好，邵康兄也好，当天我们是要为立委，大家加油打气，团结在一起。安尼讲嘛真妙，强调讲为着立委，无讲到伊本身，毕竟上歹行的就是人情，是讲离选战剩99天尔，唔那那样内部的战场还未处理完，甲民众党的合作嘛无什么进展。郭文铁直接讲一个办法。好，我们比民调，赢人当正的，那输的一边就推荐那个负的。这民调都有标准做法嘛，你要挑5家做几个。什么时候做民调啊？说看看国民党怎么回应啊。能够尽快的见面，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。他们确认我们都是基于共同的理念，各种的方法我们都没有排除。看起来是已经接啊，不过敢要我靠民意调再来决定，嘛是无公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